地震嘅一刻喺公路橋面強力搖晃，車輛同埋電單車嘅人都停低走避。菲律賓中部當地星期二晚發生6.9級地震，重創當地多個城鎮。當局話至少69人罹難。據路透社報道，地震造成停電同埋建築物倒塌，其中包括一座有100年歷史嘅天主教教堂崩裂倒塌。當地嘅醫院亦都因為大量嘅傷者湧入而瀕臨崩潰。當局宣布蘇務省進入災難狀態，預料死傷嘅人數將會不斷上升。呢次地震嘅震央位於菲律賓中部宿務省同埋萊特省之間嘅海域，震源深度10公里。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話暫時未有海嘯威脅，而菲律賓當局就維持海嘯預警，並預計將會持續有餘震。